山好房，住一礼拜哇，啊嘛无需要订扫迄个怪卡。我啉门碗，闻到一个足臭的味。唔知啊。我甲阮某，我两个分开大。用我迄老厝吼，我想要规个甲整理一下。呀，你在卡房里面缀啥物呢？甲康师傅我红食去，煞来搁有新头家开除，事业失败，你再来这演讲，我搞搞面皮啦！我这早就已经不是 Plato 的 CEO 啊呢。查甫人做顾面子的，敢毋是？因公司红食去，还佫笑遐尔欢喜。迄人哦，若迄种欺负伤害你，你是欺你弟，嘛是足正常的。我总是咧骗别人，我咧骗家己。有啥物误会哦，讲清楚啊，以后才袂有遗憾。你敢有无想要搁看到我6月8号开始，礼拜暗时8点，拜六礼拜都伫公司台语台。